欢迎你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。现在我们正在等待赛前仪式结束。我是王涛，坐在我身边的是大家非常不熟悉的资深解说嘉宾苗坤。非常感谢王涛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。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右路的攻势不错，看看接下来的发展。不好啊，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，浪费了一次机会。在右边路打得不错，能否制造出杀机呢？他没有越位，飞着跃起，稍稍偏出了球门。如果他想做得更好，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时机的能力。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，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这次射门让他们开始步入了正轨，找到了比赛的节奏，这是个好的兆头。试图直飞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及2到0奖定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不错的尝试，但是没能成功。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，漂亮的盘带，看这轮攻势如何呢？转身向后传球，直接射门，比分被改写。禁区里密不透风，能够找出这个空当非常不容易，门将根本没法预判，确实有点不太走运。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比0，很好。不过这个时候集中注意力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进球之后，球队放松警惕的情况在赛场上出现了无数次了。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及2到0奖定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过门，漂亮的射门，又快又平啊！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及2到0奖定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漂亮的直飞球，打一脚。前面高难度的部分做得很好，偏偏射门没有打好。这绝对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直塞球。这将是上半场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。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双方再无建树。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。看这个半场的表现他们肯定高兴不起来，他们似乎有点缺乏动力，尤其是向前的动力。不过有一些改变，我想我也不会吃惊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进入到了下半时。我相信教练员肯定是做好了必要的调整。现在呢，就看球员们的这个执行力了，将战术转化为战果。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实际横射门，漂亮的扑救，太精彩了！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，确实难度不小。他们在球场上组成了铜墙铁壁。
现在无人持球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门前失射。现在球分到左路，传球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，化解了险情。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，没必要太保守。这种形势下，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。谁都有可能得到球，争取再进一球，实在是勇气可嘉。不过要是搞砸的话，教练可要发火了。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。挑传渗透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：“到此为止吧。”回传给门将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掉过头顶，他甩开了对手，向前推，机会怎么样？没问题了。就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，他们扳平了比分。这球太精彩了啊！对方只能束手就擒了，灵活的盘带，冷静的射门，这球太完美了。在最后时刻，对手将比分追平了。射向球门，应接不暇，有了，好的，他们做到了，逆转了，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第一次被扑出之后啊，反应很快，努力也没有白费。像这种球员都有第六感，能迅速找到最佳的位置抢点，脑子转得真快。在扭转战局之后，他们能坚持到最后吗？这可能会是决定胜负的一粒进球，当然也只是可能。时间到了，多么神奇的比赛，多么神奇的逆转，这才是逆境中应有的表现。